人小棉花说你这长相平平无奇。他回来了，你放心吧。怎么要这么久啊？地铁没了，要转车。哎，救我！救！哎，我救不了你。玉图，净化器修好没有啊？李文桥，棉花，以他的答复为准。我心中有一句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这什么答案呢？哎，不打一局吗？我也有一句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事儿打不了。这去趟小棉花家怎么这么奇怪呢？哎，小棉花，今天你看见你这玉兔大神有没有觉得有点惊喜啊？是不是不仅游戏打得好，人也长得特别帅啊？还可以吧？什么玩意儿？这长相只是还可以，小棉花你眼光太高了。哎，你抢我人头，跟谁学的？看职业比赛呢？嗯。什么时候开始感兴趣的？大概就是忽然有兴趣。那小棉花长得漂不漂亮？大街上随处可见吧。你这嘴怎么这么毒呢？怎么能这么说人小姑娘呢？实话。好吧，人小棉花说你这长相也就还可以，平平无奇。小翟同志，请勿打扰。看吧，我去睡了啊。哎，把门关上。出去，把门关上。晚安。你信任我？你是我同学嘛？